聽聞依家柏傲莊第3期依家賣到好爆，我哋今日都去睇下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佛系 Bobby 啊。我身後呢一座呢就係柏傲莊啦。咁發展商呢就係新世界地產。我哋睇樓之前呢就去附近出名嘅車公廟嗰度拜下神先。車公啊車公，求下你俾隻客我啦，車公。咁我哋依家嚟到柏傲莊嘅平台大堂啦。我後邊身後分別有車公廟同埋沙田嘅城門河。咁我哋依家即刻去睇樓。我哋先嚟睇一間4房1套998尺嘅單位。玄關位嗰度發展商整咗好多嘅櫃啦，方便用家可以收納嘅。咁嚟到客飯廳位置啦，客飯廳位置4方四正嘅。咁我哋行出去出邊嘅觀景，分別就見到有車公廟啦，同埋沙田城門河。嚟到廁所嘅部分，分別仲有抽濕機同埋一啲衣物管家。今次同以往一般唔同嘅就係佢除咗會有一啲晾衫嘅架啦，同埋仲有一啲洗衣機，全部都係喺洗手間入邊。嚟到睡房嘅位置，我哋見到沙田城門河嘅4房套廁嘅部分方面呢，佢入邊除咗有企缸之外，仲有浴缸嘅。之後嚟到主人房啦，仲有一個工作平台。工作平台出邊一樣都係睇到沙田城門河景啦。跟住嚟，我哋睇過2房開廚475尺，玄關一樣係有一啲收納嘅櫃啦。廳都係一樣，十分之有空間感啊！今次1A 座衣室呢邊呢，係望住來源景嘅。開放廚房方面，一般煮食爐同埋一啲蒸焗爐呢啲都係一應俱全。睡房呢邊同埋主人房嗰邊呢，主要都係望住來源景嘅。
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一個527尺兩房緊廚1A 座 C 室，門口就對住緊廚啦。之後呢度有一個窗嘅明火煮食爐具啦，蒸焗爐。單位都係望返住內園啦。睡房同埋主人房都係望返內園嘅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一個8B 座 C 室814尺3房一套連儲物室，玄關位有一個好大嘅鞋櫃啦。之後對住門口一樣都係有一個緊廚、明火煮食爐具、蒸焗爐。雙層嘅雪櫃啦，呢度有。客廳露台望出去就係開揚嘅內園景啦。嚟到儲物房嘅位置，廁所係設有一個窗啦，名廁十分之光猛。睡房係望返內園景啦。主人房入邊一樣係有一個套廁啦，可以企喺度沖涼，亦都可以有浴缸沖涼又得，亦都設有一啲位置可以將來拎嚟做衣櫃啦。內園景觀啦，一樣係。屋苑一落去之後呢，其實就已經直接連接咗維坊商場。咁65萬尺嘅商場，超過150家嘅商戶啦，入邊仲有大型戲院，樓下係一個巴士站。